缅文案有本人想唔到嘅发展。北传仲宣本郭松烈敢言供出调试家伙嘅事情。真机会讲法，就让你推荐。埔村发生死亡案，北传推荐原本就是军阀一带嘅文块天数掩饰。因为一则同时犯嘅出现，才发现到北生养唔落嘅过去。学儒，你哥哥在家吗？他在当兵啊。那你可以帮我写毕业留言吗？还有我的，还有我的。谢谢。要帮你签吗？麻烦你了。妈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哥哥怎么了？你快点说啊！他们说他在军中发生意外过世了，说他是自杀的，我不相信啊，伤心啊！小姐，我咧请问你一个问题嘛？讲，徐朝新交不开人，敢要伫现场？有诶，有嘛顾虑迄无？唔系，我想确定一下，爱用较安心。交不开人伫现场要好啊，我做得了几多说明。我伫部队做事情的方式，我不会你无嘛中意，你做好件事情就好。有嘛问题，我会让用天数。同样是国家犯的人，我冇为难。什么小姐？娘你那唔爽快？做过检查冇？医生用会讲。没事啦，我只是突然心痛。哎，我以为我自己不行了，结果是我自己小题大做了。心痛怎么会小题大做？黑讲你冇用诶，我会4楼医院。俺用紧急救诶。你不要担心，我身体硬朗得很，我只是太累了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
哎，李医生，哎，你好。我应该好多了吧？戒烟戒酒了吗？我明天就戒。不止戒烟酒，饮食也要注意。下次不见得有这次这么幸运喽。那我没问题的话，我可以出院了吧？可以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啊。不客气啊。自己要保重啊。好。我没事啊，我可以自己走。我包包唔记得拿呢。啊，忘了拿，赶快去拿。等一下良药给收菜等。好好好，放心了，好，赶快去。有点怪。他从昨天开始就欲言又止，然后心事重重的。我们从清水离开到现在，我不觉得他哪里怪啊。还是只是我想多了。你去了一个地方，去做什么？其实我们在外面也没做什么啊。我去胜哥他突然停车，然后叫我下去帮他买一条烟。一条香烟。而且胜哥他还一直盯着对街的一间幼稚园。主任，胜哥应该只有小梅这一个女儿吧？只有小梅。他干嘛一直盯着幼稚园看呢？梁主任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啊，谢谢。志杰，别想太多。医生，李医生，我是黄博胜的女儿。以前都没见过你。我刚从美国回来，我想要问一下我爸身体状况。我知道他不希望让我担心，可是我觉得我需要知道。花姐，你爸有冠状动脉窄化的问题。其实以他目前的状况，定时吃药或许可以稳住病情。那我可以做点什么吗？是可以的话，就建议他好好休养，不要再跑在第一线。你爸现在的心脏啊，就像是颗不定时炸弹，随时会夺他的生命。莫汗啊，就一莫汗啊，没有关系的。好，还有啊，我来医院的事情，你暂时不要跟局里的人讲。啊，包括百川啊，也暂时先不要跟他讲。做嘛噶？你喺假宁笑还喺假宁笑？你为啥人表上表死查案的破案的？迄个嘛该？而老师还给家庭透一个公道，有面对你莫看你会笑吗？爸，我家人像存你3年，好歹你也为了我照顾一下自己好吗？你刚刚喊我什么啊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急了。用会讲，有会拿的就会准时死。医生讲给发爱糖，你会爱莫老 Q 底度工作的，俺也唔希望你再跟你比烟。我知道。黄博士领药。主任，你的信。怎么直接寄尸体的照片给你啊？我是一个伤心的妈妈，照片里的尸体是我的儿子，去年才刚入伍，游泳健将的他竟然在军中溺死了。大家都知道杨博士是法医界的包青天，请接受我一个伤心妈妈的请求，波冗帮我看看我的儿子，
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他们所说是溺毙的？我要的只是一个公道。口鼻附近有泥沙，但从外表无法判断是不是溺水。主任，那我们要回复吗？通知这位母亲，想要知道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水，要解剖才知道。军中最近也发生太多事情了吧？主任，你让文凯一个人到军中去验尸，这样子好吗？你是担心他经验不够，还是不够客观？黑雅意思。文凯一向求知若渴，很有使命感。刑事法医需要人才，而人才是需要磨练跟信任培养出来的。應該會上星期啊。我知。徐先生，徐太太，这位是庄文凯，庄法医，我请他来负责今天的相验工作。徐爸、徐妈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是？之前你哥住院开刀，你们来军院探望他的时候，我们碰过面。我是当时的军医。我有印象。草心说过，你们更早以前在成功里受训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是的，我跟草心算是谈得来的好朋友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徐先生、徐太太，我希望庄法医能在不受影响的状况之下进行工作。所以我们不能进去吗？这个我不要再进去了。庄医生，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你等一下见到哥哥的时候，记得跟他说，哥哥的好朋友来见他，他会知道的。这么快就想要出院了你？对啊，回去之前先把鞋子擦干净，免得被找麻烦。挺亮的啊。那当然。哎，对了，文凯，有个礼物送给你。有礼物要送给我？对啊。干嘛那么客气啊？哎呀，哪有什么客气啊？来，草溪，真的可以不用这样子啦。我只是把我的工作……哎呀，你先打开来看看嘛。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表也太贵重了吧？这我不能收啊！哎呀，我有说这表很贵重吗？你担心什么啊？我是看到你之前的表比较破旧。你说我这只表啊？还能用啊？也就没有想过要换它了。文凯，看来你也是个念旧的人。总之这段期间，谢谢你帮忙。坦白说，能够在部队遇到话头机的人，机会真的很不多啊。所以你今天就算只是扭到脚，我也会特别来关心你啊。哎，就冲了你这句话，那我这东西你是不是更应该收下来？文凯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梦想我知道哦，我会一直好好盯着你哦。谢谢你啊，曹鑫。但这只表我真的不能收。你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？真的不能收。我把你当朋友才送你的哦。好吧，先谢了。不会。
少杰，脚步卡的人，正经无想落落看啊。养鸡就可能我唔判的来处理好诶。什么嘢？嗯。决定那钱跌下落嘅，死了了当。我都有按过几了无？其实本人从隔壁喺工地上发现到嘅，俺用出面膜，然后上到去隔壁跳楼自杀。少杰，迄枚自杀也无法度确定啊。也得武强，全部都是跳楼自杀的么？有可能。啊，不过你跌下来嘅，我看有马该有其他东西冲到啊。你部分专业先从比对看看啊，总会较清楚。生前的淤青跟身后的淤青有什么不同吗？你死得过后，就唔会抽成无强啊。淤青是因为微血管破裂所造成皮下出血，故送你死得过后，心脏唔会痛，血脉唔会合，冲动马该就唔会无强嘞。真有安尼讲，徐朝新在坠楼前还是活的，有了可能。不过你看，大概数字架，无因为跌下来，去做多马该，你咪强用。翻身。还有骨头团体的情形，脊椎碎裂。大腿、小腿没团体嘞。这些骨折都是因为坠楼造成的，没有异状。髋部也有骨折，这些都是坠楼的现象，没有错，没有什么异状。不过，他的大腿皮肤表层有撕裂伤，里头还有一些碎屑。让我给你调哪好？你别快乐嘞。你刚才说这碎屑，现在还没有办法分辨那是什么。大部分强用，我专业先从比对看看呐，才会较清楚。杀了人就来看夹个内脏，上能用的。鱼葱手都一样葱，你看，脾脏这里裂开了，肾脏也一样，出血严重。这些都是坠楼会产生的伤害吗？嗯，
而且毛长有割过。庄医生，结果怎么样？我哥真的是自杀的吗？我们只能研判是不是坠楼以及死因。至于是自行跳下还是被迫的，这些必须仰赖现场更多的迹证来做证明。不过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们已经更进一步接近真相。如果曹信死因不单纯，我一定会替你们讨回公道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们会努力。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，一定马上通知。谢谢。廖建明，长官好。洪凯，好久不见。只是没想到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遇到你。你们认识？学长之前常带部队小兵来看病，曹信那时候住院开刀，就是学长带他来的。廖建明是第一个发现徐朝新尸体的人。我想你会想找他好好聊聊。这件事情应该都要怪我，是我的疏失。班长，哦，有没有看到徐朝新人？报告，没有。哎，请问是徐公馆吗？朝新在不在？他中将回营去了，你哪里找？这里是军营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伯父，因为刚才晚点名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人，所以才打电话过来问一问。不可能啊，我准时离开家，回部队去了。没关系，伯父，我晚一点会再点名一次，谢谢你喽。什么事？刚刚我有看见徐朝新在营区附近，我以为他要回来了，要去找他吗？没关系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找人处理。徐朝新，朝新，徐朝新，我们到下一个现场。在这里啊。你在看什么？自杀的人通常会在跳下去的地方留下犹豫的足迹啊。可是我没有看出来，这里不是废弃的工地吗？怎么足迹这么杂乱？我问过地主了，最近要重新施工，大概是工人来过了。足迹太多了，这样我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有什么。
这是上一次拍的纯正照片，避免调查时产生误会。学长，这是你当初看到的样子吗？是的。长官，只要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部队了。嗯，后续调查还需要你。没问题，到时候一定全力配合。少检，家属看起来很伤心啊。关于这案件，军方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且合理的交代。哎，你不是那个杨博士的助理吗？你有没有什么发现？譬如说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？等调查告一段落，我们会对外召开记者说明会。还想隐瞒？我看你们军方啊，都只会做表面功夫而已，啊？庄法医，请做详验说明。少姐，上头很重视这个案子，而且记者也追了这么久，你就这一次验尸做简单的说明。记住，这只是验尸说明，还没有任何结论。所以徐朝兴，他死因到底是什么？死者徐朝兴，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，死因是头颅内出血。那你们的判断他是坠楼吗？这的确符合坠楼会造成的伤势。你们现在可不可以断定他是自行坠楼，还是有外力介入，或者是有人把他推下去？就讲你专业的部分。不管是哪种原因坠下，都会造成全身粉碎性骨折、头颅出血，还有内脏破裂。不过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在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生前挣扎，或者是打斗过的迹象。所以你们断定他是自杀的吗？今天的访问到此为止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目前能透露的就是这一些，请你们笔下留情。我是一定会如实报道，但是办案就要看你们军方的诚意了。小梅，我给你拿一下报告，一楼墙的那一个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银楼墙，看一下。嗯。有一个小碎玻璃上有衣服的材质是尼龙的纤维，跟嫌犯身上衣服吻合。没有指纹。没有。那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担心这样，凶险都越来越敢跳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证物，想请你查一下资料。麻烦哦。志杰。嗯。我爸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，是不是差点连命都没了？是有一次，而且那次还蛮危险的。可是申哥的同事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对方是头号通缉犯许进良，那次好像是他们距离最近的一次了。从那之后，许进良好像就行踪鬼祟、飘忽不定。而我知道申哥一直很想要逮捕他。你可以保护他吗？我保护申哥。你离他最近，你一定可以保护他。我不会让他出事的，放心。好，这个就麻烦你了。来到朝鲜地成功的一个时节，就义务发讲，天摆老寿司跟营养师嘅感觉，整体冇乜介好。佢係你以後嘅朋友，你相信佢會吃散嗎？其實係咩唔啲嘅，唔過我拉鄉唔相信。主任，你們時常人嚟講，乜嘅事情缺困證據，我冇相信感情用事。
迄唔系刺杀，一款有墨嘅铜钱，上世界看起来以普通嘅案例啊，没有动到地方，会本人想唔到。现场有验过冇？当然有，主任。已经搞胎的事情，哪有可能唔记得？有两种状况，伊难判断尸体嘅时间。一种是水底度发现嘅，一种是跳楼嘅。我要试茶冇？顶下下，那头摆伫铺腿啊，又去体向，甲去树洞腔，嘛开拄会走。下底铺腿个马桶唔会通，甲迄水管漏水，甚至迄茶的浓度佢都有发脱。佮送来时常伫个面，假使有年，佢真年变做水天呢，下底铺腿个体向。听说做还会变做家己合夫的。你俩下家人呢？马桶这坏脏的，你来搬到出家的，那挺唔好。唔怕，天公人来张清水店的就好诶。快些哦，通替你按到个时间。唔会啦。用的喏。用的啊。迄讲等一下妈妈的事情，恁抢下来去看天下好无？因为好点点想去请下看天下。就看你几暗部都无形无相嘅用的啊，俺又本你按无限，总爱表示啊。你知道，你做对变做一个好法医吗？几时爱看大三年前地度嘅检查，骗人讲嘅无准诶。我听说会做一个好法医嘅。送伊到去台湾看天啊，伊冲长久诶。文凯，你是有一种经验无？吃到马该东西，那么就马该人，已经对人无重要嘞。但是你吃到会失去嘅下，稍微交际、小气做体。做咧问一下，你伫个讲嘅，敢迄影遐到底个发生嘅事情啊？系乜人？我马该啦，只是突然有感而发，讲给青菜公公来听，唔好本来影响看天人嘅形象。但无案件咱就不影响到啊。想看乜解？我本来想看抑郁嘅，但是我惊怕那部片是太重诶。冇猜哦。其实我迄主演比隐秘。啊，不过我知道周星驰看迄两么以后笑诶，蛮用好咧啦。含迄来看喜剧，做得本演心情较好着诶。好啊，那就看《赌圣》吧。
小梅，每次都你听我伫个讲个爱说戏的人，还莫个同时的，你应该要讲出来。来了，小姐，赌剩2张全票。那不听样，我有人讲真好，一下好点点的按钮，一下又好点点的按钮，我该出走的。嘿啊，伊神七，伊有谁喂？你去烦哦，用人的喏。敢唔是我？我听我伫伫尾拄，要烧到太马西上的啊。大家就是要拄按太上，哎，你公就会龙体嘞，哎，那底嘛你有烧嘛你没烧。好啦，你说的对，哎，提个烧给应该夹就会讲出来。哎，先这样诶，按仔细。小妹，行紧摆落看医院好吗？好啊，来先这样，拜。调职申请书，调职人员姓名。博胜。小梅，按用杯。还忙谁哦？错啊！有件事，爱体验，就想来老你讲，你做猎行几多年呢？清末20年呢。你对猎行的贡献已经来，真经不是在讲卖命的好无？黑公刚才调内勤，你愿意搬回家住吗？这个家很简单，也很冷清。这些年啊，我一直用抓犯人来填补我的时间。一旦转了内勤，时间空下来了，我怕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啊，会很孤单的。我要考虑一下。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会搬转来无，老你无相关。那将会知道大3年就会脱离嘅，应该会对自家负责。美国人很少人跟家里住啊。你不想搬回来啊，我也不想勉强你啊。不要找一堆借口，说一堆理由。我会再想一下，还是吃药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跟主任说。好，再见。主任，刚刚文海打电话来说要请假1个上午。主任，你觉不觉得文凯是因为徐朝新的案子，所以心情不好？
彩凤，啊，你是真的担心他的心情吗？还是担心别的？来，紧来，红姑太太，要来开工啊，还是较慢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命案现场，你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啊，是要封偌久啊？若确实这个案件拢无破，阮拢唔免做工课，阮这的工人你要饲吗？拍谁啦？如果你们现在进去的话，就会破坏到命案现场。阮若无做工课，就无收入，好入去。哎，军方还检方有通知你们命案现场已经解除封锁了吗？没有通知你们现在进去就是违法。我看你就爱管员遐事的哦。啊，无你想啊？我是法医。法医，行！哎，拜托你不要这样子，他是我。哎呀，行！小罗，哎，这。都无人呢，哈。有可能啊。哎呦，太好了。不要随便在医院里面啊浪费医疗资源。嗯。啊，你哪有用啊？摕这给你啊，感谢。那天要不是你啊，我可能已经往生啊。小事一件，阮这做兄弟人的哦，一定比你这贼头较有义气。嗯，好，好，我有代志先来走哈。慢点，帮我跟那个黑豹问好一下哈。下次再来。好，好。有暴毙了！有没有医生？有没有医护人员？有没有医生？老师，大师，在里面。死者叫詹永峰，他本来是来法庭看一位角头老大出庭应讯，结果呢，这个詹永峰就跟法警起了争执，被带到这里来，然后突然就抽搐死亡了。没有尸斑，也没有尸僵的现象，初步估计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。而这里也是第一现场，身上有多处明显的外伤，皮下有出血，手腕有淤伤。那口吐白沫是心脏病或是癫痫吗？喉咙有异物卡在里面，他有吃过什么吗？没有啊，要他进来之后，他连水都没有喝。你有叫救护车吗？有，来不及，救护车到之前他就死了。有可能是窒息造成死亡，确定的原因要等解剖之后才知道。哎呀，安呢，用的同等刑事扣1年哦。死者詹永峰的老大啊，他今天出庭，他是被告。我以前抓过他，检察官就传讯我来当证人。真你懂奇怪，台米也出某事情，除非谁米也出事情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文凯？听不赢呛尬。听说他去协助军中的那个案子啊。这么快就出师了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给刘神来师傅哦，假使无按做，本来出来做法医，那咱有办法有按到去顶验嘛？就像生意的哦，学行路，因老去肯定哦，其实唔伫自家运用的势力咯。好命啊，还有师傅。我出来办案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人在旁边扶我一把？我绝对不相信哥是自杀的。哎呦，
难道你们真的觉得哥会这样伤害我们吗？我们也不相信啊。但是我绝对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！文凯，你还好吧？需不需要喝水？不用了，谢谢彩凤姐。文凯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没事啦。我早上在我家浴室跌倒了。那你不要太勉强哦，要记得去看医生。我知道。主任呢？他刚出去验尸了。哦。先忙吧。这包东西堵塞住喉咙，造成他窒息暴毙的死因。好，我拿去化验。这看起来像是毒品哎，这家伙把毒品带到法院来了，这根本是跟公权力挑衅啊！我会叫彩凤换验胃容物，看他体内是否有毒物反应。嗯。哎，资料调来了。詹永峰他有毒品跟窃盗前科，而且他才刚退伍，才刚退伍就嗑药。这么急啊，把自己弄死？应该不是他自己要用的吧？否则谁会笨到法院里面来吸毒，而且还跟法警起冲突，然后还被法警逮捕？说不定他当兵的时候真的忍了太久了，一出来之后毒瘾犯。你说他刚退伍？嗯。哪个营区的？看看。桃园龙潭营区的陆军特战。桃园龙潭营区。他们就是跟文凯办的那个案子是同一个营区啊。法医室，是我是。你还好吗？我当然不好。我哥提过你，他说你很聪明，但是不骄傲。你一直对当法医很有兴趣。你哥是一个好人，在他出院以前，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送了我这只表。庄法医，我哥真的是自杀的吗？你觉得我哥会自杀吗？你比较客观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哥真的是自杀的。我有一阵子没有跟他联络了，这个部分要仰赖警方去调查。如果你想说你不了解我哥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我想跟你说，我们兄妹感情很好。他总是说他退伍后有好多事情想要做，他想要出国读书。他说电脑是未来的趋势。他说世界的变化很快，要很努力才能跟上脚步。这样对自己充满希望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自杀？可是想要自杀的人，身边的人不一定能够发现。我哥不可能会自杀的。你是法医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但是你不能先入为主，别人觉得他是自杀，你就说他是自杀的。否则你就不是好法医。
我的工作就是在大体上找出证据，但是事情背后的真相我不一定能够及时研判。这个部分真的要仰赖警方去调查。你要找杨百川法医，请问你跟他有约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我恐怕无法帮你安排。可是我真的有很紧急的事要找他。你稍等一下。报告还没有那么快耶。我不是来拿报告的。我觉得胜哥最近怪怪的。他有什么好怪怪的？有没有察觉？什么？我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而且跟他有关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。还是你知道有什么事情，你故意不跟我讲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答应过你，我要保护胜哥，我就会保护他。可是如果胜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，你要跟我讲啊。好啦，我会跟你讲啊。谢谢。文凯，唔通体了，因为伫外地啊咯，来赌斗志杰，来问机，就爽来啊。文凯，用的喏。没事啦，就爱早晨地又痛，没生意跳到诶。小商，你是谁啊？若心情还做在 TV。看到起家所死个人，好点点的就走。还没走家下，来吃到全世界就老爱作对。嘿啊，不过你会做个事情，那等枪样。天样头比看过嘞，今日下班了后，请下吃饭好无？小妹，过年好嘞啦。你唔係講你媽媽心情唔好，明明就有。無啦，我跑去加班啊。家下讀到裁縫節，佢講法醫師工作量按 Q 就懂真爽。你有冇甲辦好假？吃飯啦。那得考虑哦去旅行，你做的哦去日本去小米，还可以让去其他国家。娘的喏，发生嘛事情嘿？无啦，娘的。无娘要好点点的讲我去旅行咯。你哦当然无空下去旅行咧。你敢有去过？迄无啦。无。哎呦，唔是上岸岛呐，我旅行哦，我等到退休建议怎有可能？无爱用啦，你下礼拜歇困哦，你去我买吃饭，有想要吃嘛该无？什么该就做得啦，还吃到像个娘啥呢哦，坐得不卡，吃菜又准时吃饭，这桩很难得的事情啊。系啊。喂。你拍你无带哦？哦，你若想讲不卡就唔是带，出门张带就会啊。不会麻烦嘿，有头有带的，无生意哦就会唔见体嘞。哦，惊俺咩唔见哦？唔是少呐，送俺泡脸哦，俺咁咩唔见体。好啦，让俺来啦，我去泡茶。好好好。
主任，小腿有骨折，对，全身多处都有粉碎性骨折。我是问小腿是内向凹还是垂直断裂？不同的着落点造成的伤也不同。如果是脚先着地，撞击力会从膝盖、髋关节往上传，主要的伤处是在腹、胸、脊柱。如果是头部先着地，头颅破裂，下半身的伤反而较少。徐朝兴的头前后都有破裂，小腿有骨折，是不是在坠楼中间有撞击到其他的遮蔽物？如果没有撞击到其他的遮蔽物，那他怎么会小腿骨折？头颅伤怎么这么严重？那到底他坠落的部位是在哪里啊？那有迄阵看过咧，无其他东西砸弹啊。客厅。经验值多高就有问题。主任，那位溺毙士兵的母亲来了。免风给送，记得去看。大军啊，哎，申哥，昨天案发之后，我们就封锁现场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进来。嗯，现场保持很完整。目前现场看来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出入口的门锁也没有遭到破坏，死者的周遭也没有可疑的粉末或者是血迹。我们会先采集带嫌犯下地下室法警的指纹。对了，申哥，听说死者生前是一名军人。对，目前知道是这样。他为什么会在法院吞毒？这个我们还要再调查。小梅，我们去一下嫌犯待过的法庭看一下。好。申哥，我先走。辛苦了。你有听死尸要的吗？有啦，只是没有办法按时。我听说拿气卡给命，当作假来翻后吗？我有收到你寄来的照片，也仔细看过了。那我儿子到底是溺水的，还是被害死的？这无法从照片判断。遗体还在吗？遗体已经火化了，所有的验尸报告都是军方给的，我连自己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杨博士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照片真的很难判定死因。不过，我从遗体的头部看到2个像金属的硬物，不知道是不是硬物插进导致他的死亡。那你是说我的儿子是被害死的，是被那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害死的吗？这我不敢肯定，我只能说，遗体没有解剖，是不是溺毙，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，我们无从知道。对不起，我能力有限。请问你是杨百川吗？是你，是你本人。大家有冤情都找你，
你是法医界的包青天。请问找我什么事？我哥在部队身亡，判定是自杀。他之前的法医是庄文凯庄法医。我不相信这份报告，我找庄法医没用，所以来找杨博士。不管找谁，都讲究证据。你怎么证明你哥哥不可能会自杀呢？你看了就知道。报船啊！那邱鼎迪啊，我帮你找到了一些詹永峰的资料。军中真的很难弄到资料，我问了一些他的好友，他在军招用同袍廖建明跟他私交甚好。廖建明是士官，负责车辆的维修。詹永峰是廖建明的学弟。你坤亮。嗯。要唔係研究新聞，坠樓死亡的士兵嘛？詹永峰、廖建明等候，發現徐朝新屍體跟人係廖建明，第三站向下周邊夾了鎖匙。你講有案牘後冇？楊先生的意思係，我去搞再個驗一擺係冇？你看做得冇？做得是做得。但是要開非當做嚟決定，楊先生，唔係知道對呢案件有問題，也係對總法醫嘅判斷有乜嘅疑慮係冇？我相信總法醫嘅專業，不過我想去談死者情況，係有乜嘅想去講嘅。好，我知嘅，但是楊先生，我想讓我們見面討論一下。好，我會去，我會留總法醫向下過去。見面再講哦。真麻煩。進來。少姐。楊先生，拍謝。我知道你們很忙，還讓你們跑這一趟，不好意思。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少姐。莊法醫大部分的判斷都沒錯，但在頭顱碎裂傷跟腿骨骨折處，我跟他有不同的意見。少姐，這些傷痕有可能是墜樓所造成的，但我判斷有可能也不是墜樓所造成的。由着地點來看，不可能同時有這些傷。我再解釋清楚一點，他的脊椎和髖部嚴重骨折，明顯是因為墜樓會出現的現象。我推測是髖部先着地，然後頭顱破裂。腿部骨折雖然也是墜樓會出現的現象，但徐朝新這兩處傷卻不是垂直受損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他是因為外力？所以才墜樓，不排除這個可能。另外一個可疑的因素，就徐朝新墜樓的現場沒有大量的血跡，對吧，文凱？現場只有微量的血跡，可是他身上流很多血。徐朝新的身體會因墜樓而出現傷口，如果是生前墜樓，會流出大片的血；如果是死後墜樓，
地上的血只是地心引力的关系。所以您在暗示他在坠楼前就已经死亡了。我只是先大胆假设，当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我最近碰到一个案子，有一名年轻死者在法院突然暴毙过世，他的名字叫詹永峰，刚从军中退伍。跟本案有关吗？詹永峰的死因是窒息，喉部有异物阻塞，造成大脑缺氧，导致死亡。目前没有他杀的嫌疑。不过，其老徐朝新廖建明都属实，我想多了解假三杀的关系，困难就行到有嘛个较无真相的事情啊。既然也3-4年全部属实，你还存意啥？刚刚传奇的魔法，我这能不能存马盖嘛？横条纹上衣的这一位，认得吗？他是哥哥的好朋友，但我们都不知道他当兵前是黑社会。我们现在查到的是詹永峰，只是为了离开黑社会，才当兵逃避的。这张照片是杨博士给我的，多亏你的热心，给我们毕业纪念册，所以才让我们顺利的发现他们的关系。你去找庄文凯就算了，还跑去麻烦杨博士，真是太冲动了。只要能够找出哥哥死亡的原因，能找能求我都会去。请问现在调查怎么样了？我哥真的不是自杀对吧？我们还在继续调查，一有消息就会让你们知道。谢谢你们的合作。这位是刑事局法医室的杨万川博士。你好，这次的会客是杨法医要求的。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我们了解。因为刑案现场证据不全，而第一次发现尸体的情况很重要，所以请你仔细想一想，当你看到徐朝新尸体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姿势如何？他的脸朝上，双手摊开，当时的温度如何？是秋天嘛，蛮凉爽的日子。我有看见月亮，没什么乌云。他额头有伤吗？他的脸上都是血，分不清楚伤口是在哪里。就你看到的感觉，你觉得徐朝新跳楼时候是脚先着地还是头着地？这不是我的专业。就你的直觉。脚吧。我现在是被当作嫌疑犯吗？据当场救护人员的报告，遗体在当时的状态确实是不容易分辨是头先落地还是脚先着地。廖建明，你可以先离开了。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请问一下，这双军靴是徐朝新的吗？是我爸新买给他的，但他觉得穿回去太过嚣张，怕惹麻烦，就没有带回部队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我还在想，他回部队怎么没有穿军靴回去呢？但我哥他很注重仪容，他现在那一双虽然穿了很久，但还是保养的跟新的一样。哦。主任，虽然讲外头记得有疏失，
啊，毋讲硬唔会因为引擎也迄压力就变水，迄讲就出茶色，就硬唔拉重要。俺是做唔得骗人讲嘛个，就影响到这个判断。你迄老细杂讲法，唔系老寒酸给人。我记得你讲过，为做实体嘅翻译，迄经验唔拉，做得较认真、较大篇地位。还有，你现在打杂报告哦，对得迄一家，无，就一本细杂。速度不平嘅言情，给你按用，就来甲会杂强用啊！主任，你看切推门辜负人的期望，才有人你讲嘅交嘅，全部变你心肝肚啊！文凯，有条是，迄条出茶色，骗人就唔会再去相信。动作暂停，走，前后走。向后走，起步，走，1、2。看得出来是翻译，唔讲烦恼。啊，太细啦！讲好下班了后，做唔得讲公司的。你就会冇办法唔去想啊，系冇？也菜唔好食嘿，冇汉办，冇卡试试来就好诶，唔是出来嘢啊？冇啦冇啦，同好食。小梅，有喊无？请我吃饭。心情唔好。是无嘛该好啦，古爽个张想要请请我吃饭啊。迄唔系有关警方嘅案呢？全去伫咧哦。迄唔系小气家为本人看无？我伫主任同心应来，大家对我的期待要动高。啊，不过那件事情系真认清你咧。也见人看无，就算爱乖下来，应该唔会踢人冲吧？小梅，你们伫我本来就军法一带嘅，你哋嘅时候，大家会认为我较偏军方。佮加上你遐惨诶，我天天主任好，我强我真能强，刑事局会因为俺去投到，你真系我很较少嘅事情。太没咁复杂。张文凯，要对自己有自信，去更多练位置。坐下来，我只要你一个人。对了，就说这次这计划我带一下。哎，森哥，里面状况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我刚刚问了张永峰之前待的集团，他们说他会去那边，就跟他老大引犯了，想要叫他把东西带进去，然后再趁机塞给他，没想到就跟罚金起了冲突。那不就跟百川预测的一样吗？他们担心毒品被搜出来，然后就吞下去，然后就死了。哎，果然跟这个法警没有关系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去把已经被抓起来的老大再抓起来吗？
这詹永峰真是有够衰的，进了黑社会哪有那么容易就出来？对啊，收工回家。哦，收工。哎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要不要先去看个医生？哎，少啰嗦了。我是邵健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。也好哦，请到个糯米西式饭的素材哦，越来越难的。生意难做，有生意上个说个哦，老一年无穷用，像顶只小馆头款样啊，因讲要留点输起来。哎呀，佢就讲啦吼，唔去做咧，唔去做咧。其实咯，到头来最坚持的就没见。八茶，有啊。内底有讲过，唔好留工作嘅事情带转去不卡。不过有麻烦恼嘅事情，难得做得人来讲啊。咪计下用用的咯。你吃饭的时间咯，就唔伫咧想嘛该啊。他想到小米，按叫我冇攞佢講到天花啦。唔知佢好冇啊？嘛该按叫，张亮一天天。有用的嘛？冇人咁冇用嘅，唔有用嘅冇。来，我去看他。哎，佢是这位呢？是这位。用咩呢咯？搬到屋顶，我这样存意外就好。徐朝新催泪案盲查到真凶，破吹又出事情嘞。好像是血迹，还有一些玻璃碎屑。不存留不生，向下调查真凶，记者推断系谋杀。本可以对好朋友嘅死吃到同艰苦，又加上一家特殊嘅身份，本期开始正义七家嘅专业。连点线索都找不出来。少见出的各方嘅正义，行为奈会好当高嘅压力。是将军，不会一连串嘅命案都带争议，系唔系做得得到慎重？